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夜市啊底用罐。昨开放使用的第一天，各地拢状况。像这个南投县唯一会当用罐的这个玻璃鱼市场的夜市啊，因为这个摊商唔知影收到罐了后要去倒位换钱，所以大部分的店家拢唔敢来收。啊，高雄的六合夜市第一天并无收到真侪底用罐。摊商讲，可能是因为昨唔是假日的关系。另外，伫这个屏东原本无甲一间的夜市啊，会当来用罐，但是随公夜市送出着50担愿意配合的摊商了后，确定马来列入着会当使用罐的名单内。提出真高的一本夜市啊，消费抵用券牛排店一摆就收20张，总共1000块。南投县干那玻璃鱼市场夜市啊，会使用尔。开放的头一暝，摊商对着敢要收，拢有顾虑。应该是，我觉得应该是去我们政风所问，应该就可以了吧。知要安怎用？啊，只是阮共有，因为阮有看新闻，所以我就共收，很方便安尼。有的生意人无想要得失人客先收再讲，要么大部分的生意人都惊讲收了时到无都换现金，所以讲无收。无收啊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无人甲我讲，莫乱给你办换。刚刚有人问我说有没有收，我说还没有。来看南台湾夜市馆使用的头一天六合夜市啊，摊商讲可能是因为唔是假日，收到的无偌济。到摊上都花了300、500都有。搁看屏东本来县内无半间夜市啊，会使用摊商有怨言，要过经过协调，屏东的水工夜市啊有50个摊商表达讲愿意配合，所以讲抵用券确定会使伫水工夜市啊使用。